Hello， 今日以導師嘅身份嚟同大家開箱補習個案。首先可以撳返右上角自己個名，打開補習個案，裏面就有齊晒唔同科目俾你揀。例如我係教開英文，就可以撳返英文科目。入到嚟仲有好多項目俾你篩選，好似補習科目、補習地區、每小時學費、年級等等。呢個操作非常之方便，揀好之後，下面就會幫你顯示返相關嘅補習個案，超過100個補習個案任你挑選，總有一個啱你心水。通常顯示低競爭嘅補習個案都會較易申請。馬鞍山呢個低競爭補習好似都唔錯咁，中四英文科補習時薪都可以高達290蚊，睇落都幾吸引。等我都即刻申請先，可以撳右下角嘅登記個案呢個掣，入到嚟填返相關登記資料就成功申請咗啦。最後記得要撳下面呢個登記個案先當成功。